不在少。他那个裙子太长了，一直朝地面在走。哎，好，我们这几个小朋友。年龄多的去了，家人们。小罗来了，最近的，最近的，你们3个在这儿。我们那个狗狗跑哪儿的？他背着跑了。你好辛苦啊！一边打个10多斤的那个相机，然后一边带个。走啊，没事，走习惯了。要开始了，8点过几分了。他是医院的医生。他的舞哪个舞？老师的舞啊？哦，他每个星期六都有舞。这个是哪个？这个好了吗？女孩子吗？这个就是永吉老师。这个不是很清楚，没问到。这样，他们那边，他跑到对面，那边，啊，对啊。我给那个柔软那个啥子西风配那个每次西风嘛，每次配了以后就马上发给他。哦。
给这个柔然西工作的这个老师。啊，你看嘛，他的就我跟他两个结婚，我马上得了，马上就发的，他就可以。这我给你配的那个还叫可以的嘛？今年咋个说？唱哪个一个？妹妹。
这个他们把头发低了，对，把头发低了。发型好看哦，看他们来没有呢？小酒窝嘛，它最有名就是微笑。酒窝好的都有，像走廊布那些都很有。清楚都在这边。哦，你没去上，我以为你在去。小狼吗？不是小狼。
多可以嘛，随便摸。好想抱抱。他不熟悉啊，对，不熟悉他不能抱。有吗？啊，好想抱他呀。你不熟哦，不熟啊？不熟悉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跟你不熟悉啊。不认识啊？对啊，都不认识嘛，就是暂时不认识。那我抱他会不会咬我？有可能会吧，有可能。他要他认识的，经常在一起玩的。穿件衣服就把毛毛起了。小拉分这个。
不要，豆豆还没来呢。好，过来了吗？289吗？289回来了吗？这一堆了，这挤满了。让啊！太挤了，堵车了，全部挤到一起了。
看到他们看什么？吉祥祝福，这个就比较比较热的。我就跳点289了，289都没来了，咋来了？这个了吗？这个啥呀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吧？教练好啊！他这个不文明，哇！哇，你拍他呀！这小朋友，你为啥要拍这个？他教练好啊！他不文明。什么叫不文明呢？比中指。哦，没中指，你看到他呢？你没看到他比中指吗？没有啊，什么时候？他这样看着。杆子。哦，那样子啊。我没有注意到嘞。啊，要拍他。我每个人都拍呀，你们也拍。Like this, make it pop like this, make it
就冲过来喽，看他们来没有？还没来呀？就是等几天抓住几度哈，哦，啥都没卖。就是。
爸戴个眼镜儿，戴个眼镜，化妆可以。来没有？这289他们3个人。一会儿又到后面去了他。中间那个好像也是他们团队。他们团队的吧哪里的？289。雅江的。雅江的。他从广州回来，就到那儿来过的。就左边那个，就左边那个289。他们还有队员还回台。他们团队的。他们还有什么？还有个没来。就像从当时出的地方那种，戴个眼镜儿，看戴个眼镜儿化妆了，像不认识他了。都是认识哦，哪个也认识。就是雅江的团队，289他们团队的，这3个女孩子都是。之前来过一次，头一晚上就去广州了，然后从广州回来，然后应该明天就走了吧。那个芒果跑去也得准备直接拍到他。再没下去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就是最好，这个角度全部照完，也不是照完吧，我的镜头有点
没事儿。哎，下来不吧？嗯。18张，嚯！然后刚才都打瞌睡了。肯定噻，哎，你们是吃熬夜了？你看30点钟，没有我把它弄回去了。我10点半的10点50就把它弄回去了。还不来呀？来看一看有多少粉丝吧。看不出来多少人。这个出问题了。 578。这儿才是，这边才是，哎呀，这边才是。我来瞅瞅。那么多粉丝，我操！这个狗狗好乖呀。我要多还没来，越来越开了呢。啊，你们这是停留几天？耍几天？明天就要走。明天就走，我估计就是明天就拜拜了。这上次他们没看他们2个。上次没有。啊，上次只有1个。反正很近，就是很近，200-300公里吧，300多公里。雅安那边的，雅安的雅江。全国之声。嘟嘟。这把你有几副眼镜啊？妈，这次。晚上他直播的时候，那个已经都不认识了。
到个椅子上耍磨叽已经习惯了。都是看网上的。你读书多少读吧？读书几百读？100多读吗？200多？啊，200多啊，开车一点问题。700一般是不影响。差不多放那了吗？应该放那个，不是吧？不是直播，哪去的吧？哪去的？又是那个血与果物之海那些，要不就是日出的地方啊。还有几分钟嘛？你看一下，还有10分钟的嘛。找到这个经不经？经过吉祥神堂的嘛，这个是那个嘛，哪去的？哪去的？这个就是哪去的？吉祥神堂嘛，经过就我帮你说。有聊天的吗？哇，一堆全是粉色的。你的穿衣服都差不多颜色，都是粉色的。3个都是粉色的。那个后面，对呀。啊，9.24，明天来啊？明天来。啊，提前10分钟，你也吃饭吗？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恭喜你了！拜，我们去吃饭去了。拜。他们跳舞之后再吃饭。9.20嘛，还有10多分钟，这个是3分多钟。
楼房的另外是旋锅嘛，还有几分钟？还5分钟，5分钟放什么呢？干嘛要煮了9分钟？好多等一下，把那个。放哪个？放个长点的嘛，5、6分钟。有。等下把手机。哎。喂。啊，你好，我在正中间，我报个狗狗啊！你现在在哪边嘛？这最后一手了，就在中间位置，正中间。就是对，就放音响那个位置，放音响的，你一个人吗？哦，好吧，后来嘛，应该现在正在跳衣舞，现在。好嘞。这都停了。刚刚那个停了几分钟，中国停了。应该他那个什么，应该刚刚我不知道。
小美女，好见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过来了吗？我在中间正中间位置，正中间摆个 QQ， 正中间我摆个包，包个 QQ， 就是在那个音响那个放音响那个位置，放音响那个位置。哦，包个 QQ， 包个 QQ。哦，这边，好，这边。好久不见了。啊，好久没见了，几个月了吧？对呀。都是应该有起码5、6个月了。在我在直播嘞。你在直播吗？对啊，在直播。哦。现在在直播。哇。还是在直播，以前也是直播啊。对呀，也不错。我把它关掉。你明天就回去了吗？嗯。A mi
哦，可以。有点不行不行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没事。我把它们上了吧，衣服不行。这边是洗手间呢。衣服有点不行。衣服外头脱了嘛，要不？这个露出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有收布条嘛，那个里面衣服里面还可以收。衣服这样算了吧。这样子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。那我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没事，拉起来一点嘛，收复一点，你也可以收，然后就那个身材很好。对呀，这个太黑了。这个方向可以，因为这个对光的，这个可以。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可以。这样我们多拍一点。你把手机给我吧。走了吗？啊，不走，我喜欢翻手机。我在那拍啊。我这里好了。没事，我随时我全程给你拍了的，或者是拍了很多，然后慢慢剪就可以了。哦，对对。你有什么想跳的，姐姐？没事儿，你跳啥？你不跳什么都可以讲。哎，刚才那个，对呀，我们那边有一些那个跟你。我是随便你们走路的都拍一点。再可以了，谢谢。没事，我拍一点你们其他的。可以拍照吗？拍照啊，可以。走吧。
随便了，我不从这，过来，我过来。走过来吧。光线有点提示。带出去。好，可以。他们也完了，我也完了。我来给你报告。哦，没事。好，谢谢。在那边叫大家在那边。啊，那边说他们你在那儿跳啊？就美食在那儿。哦。你想把这个线有点短，线短了。还抽一个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们那边，我也听上。没事没事，跟他一起吧，他们那个没事，都一样的，哎。在这边上跳来。尽量不影响他们。哎，没事。可以吗？可以随便，谁帮你？我走吧，过来吧。好，可以，快。好，谢谢哦。走，回头看镜头，笑一个。哎，对，随便走。这个光线有点光线不太好。有点暗，哎呦，光线。这边好一点，这边好一点。光线这边好一点，这边好一点。看这个方向，光线有点不。走。
来看我，看我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对，微笑微笑。这边光线不好，光线不行，光线不好。黑黑的。这边来，这边黑的光线太。推这儿，推这儿。啊，笑一下，我们都要跳完了。笑那呀呀的龙。那个你这个相机可以拍笑吗？一直在拍。好，等一下我跳的时候帮我拍一下，这拍的话给我。好，再看我的这个，就那个激烈点的。要买衣服了吗？对对对。这个叫老板，他一直走这边。好像他不让我拍。没事。那谢谢哦，哥哥，走了。没事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他要拍那个的嘛。啊，他要拍那个。啊，这要个拍嘛。这我本身这边拍。跳嘛跳嘛跳。哎，这光线不好。楼上的好一些，楼上没光。第一个呢？哎，从哪里开始吧？哪里开始了？跳嘛，跳吧。等一下。是哪里？
谢谢您的关注，长桥路的直播间。这个吗？小朋友拆开，都开点，都等到你了哈。然后我手机是哎，小朋友，里面不要。看不看？我就是二了，听了。来，你快吃的吗？走过去。吉祥。小妹们，你们怎么跳得这么好啊？40多了。没有说还得因为在还有那么多人呢。老虎在里面，老虎在里面。你是哪个国家的直播？哪个国家？他们里面聊天。看得到不？看得到。这儿人家存去了。问下手机看看得到不？直播看到。哪个国家？美国。国外的。再拍视频马上打，我们拍完了马上。国内看不到。完了我要跳的。国内看不到。哪位？打不了一点。现在国家。真的。看到你们好，有哪里？
哦，不用我。买了，没事，来送给他吃。哦，好好，谢谢。他要肯定要鸟噻。不得不得，他不吃。跳着过去了吗？回家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三个月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狗真的很乖呀，你那个狗真的很温顺啊。你是开直播吗？啥子直播？啥子直播呢？在外头。啊？在外头直播。等一下，老婆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从这样啊。